咁佢特別喺邊度呢？即係我哋知道廣東省係呢個中國大陸嚟講係經濟最發達嗰個一個省份啦，係咪？然之後呢，我哋呢個城市啊，佢呢個 GDP 係排名第9，我好似印象中曾經有睇過，佢好似係排名第7定係第8，所以相對嚟講，呢個茂名市啊，其實佢個 GDP 啊或者經濟啊，佢係喺廣東啊，相對嚟講係比較靠前嘅。而即係換言之啊，其實我老家嗰邊都仲係有唔少嘅消費力嘅。當然係同香港冇得比啦，係咪？即係同香港冇得比。但係喺大陸城市嚟講啊，佢其實都算係一個相對嚟講就係比較穩健少少嘅一個經濟發展比較好嘅城市嘅。所以嘅話，因為呢一點啊，我認為係有足夠嘅呢個消費量嘅。你話呢個你屋企嗰邊係有足夠嘅消費力嘅話，咁你呢個有冇一個依據啊？定係話吹水啊？係咪？嗱，我同呢個中國共產黨又唔一樣嚇，我就唔係揾老襯嚇，我就係實事求是講依據嘅嚇。你好似比如話就呢個2026年啦，呢個香港我哋知道有個好出名嘅歌星周柏豪啦，係咪？佢就喺呢個茂名開咗呢個演唱會。你會睇到其實有好多年輕人去睇嘅，係咪？咁首先第一個佢哋係肯定係有興趣嘅。佢哋可能好中意呢個歌手，好中意呢個香港歌手，好中意呢個香港歌星，係唔係？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話，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可以攞得出幾百蚊一張飛啊，去睇呢個演唱會，即係證明佢哋多多少少可能都有少少個積蓄啦，係咪？即係唔係話特別多，即係當然同香港冇得比啦，係咪？即係我話係我哋同我哋老豆老母嗰代人比啊，即係中國年輕人同埋中國個中老年人相比下，喺呢個兩個年代嘅人相比下，就唔係同香港人相比下。所以話佢哋相對嚟講啊，佢哋係有呢個消費力嘅，佢哋都願意使錢去睇呢個香港歌手嘅演唱會香港明星嘅演唱會諸如此類嘅。所以因為呢一點就證實到我講嘅就係我老家嗰邊年輕人嚟講，佢哋其實相對嚟講，佢哋個荷包嗰度係有少少積蓄雖然唔多，但係有少少積蓄，並且佢哋都好願意將呢啲錢使去，譬如話香港人身上嘅香港明星香港歌手香港嘅茶餐廳諸如此類嘅。所以呢個就係一個依據。你其實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去搜下呢個周柏豪茂名嘅演唱會，或者喺呢個小紅書呢度你哋去搜下，就證實咗我講過就係、其實香港即係曾經個香港係好多中國年輕人心目當中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印象嘅。因為我哋可能有好多年輕朋友自細睇呢個TVB 嘅劇集或者係呢個香港電影或者係呢個聽呢個香港音樂所以我哋可能喺10幾歲嘅時候，我哋會覺得哇，好似香港呢個城市即係喺電影創作或者係呢個音樂創作方面，好似即係有好多好好嘅作品可能相對嚟講呢幾年就唔係咁好啦，係咪？即係講以前啦，可能零幾年嘅時候10幾年嘅時候，所以嘅話其實你哋已經即係喺前20年或者前20-30年即係喺我哋呢一代人心目當中慢慢咁至已經係累積咗一個非常好嘅形象㗎啦。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好嘅基礎嘅。講到呢度，可能有好多朋友會問咁Jason，咁你好似如果你即係你哋中國大陸即係發展會比較落後少少啦。咁如果去到你哋嗰邊嘅話，即係如果有冇啲地方可以即係食得會比較衞生啲、乾淨啲住得會比較好啲嘅咧？你好似比如話呢個啦，好似我哋嗰邊有個叫財富大廈，係咪？我就係發現佢哋係新建嘅。比如話佢哋可能有一個新嘅酒店比如話呢個權貴酒店，係咪？你哋可以去住喺嗰度可能相對嚟講佢哋就會個環境就會舒適好多。咁如果你哋去到嗰度旅遊嘅話，你比如話住翻1個月2個月或甚至3個月嘅話，你哋就會相對來講就唔會話太擔心你哋個住行或者飲食方面嘅嘢啦，係咪？你有一個比較舒適嘅環境嘅話，你會覺得可能喺嗰度調查呢個社會了解呢個社會個年輕人佢哋嘅諗法你就會更加投入啦。如果你哋即係比如話可能對於其他地方可能你會感覺可能啲
食品同衞生條件好差嘅話，你就去到呢個地方，譬如話叫茂名沃爾瑪喺呢度咧，因為佢哋係沃爾瑪公司所打造一個商場嘅，所以相對嚟講佢哋賣嘅嘢會相對嚟講新鮮好多嘅，所以嘅話根據呢啲指引你哋就可以解決得到呢個喺中國大陸城市旅行嘅時候一種叫衣食住行嘅一種需求所以嘅話其實就係我呢個視頻嘅觀點啦就係如果你哋有機會，你哋就去到我講嘅呢個就係我屋企嗰邊茂名市依家係應該係有香港有呢個高鐵係直達到茂名市嘅，所以嘅話你就冇去啲中年人同埋老年人開個餐廳同埋啲飯店，你就專門揀呢啲好似茂名網紅店美食店呢啲，就係年輕人開個餐廳，然之後你哋就去到嗰度消費，然之後去體驗一下，然之後觀察一下啲衞生狀態然之後同啲年輕人去進行交談。我認為如果你同大家講你係香港來嘅，其實有好多年輕人對你哋好感興趣嘅，因為我哋會諗好似你哋中學嘅時候或者大學嘅時候，你哋讀個課程係咩？其實我哋好感興趣嘅，所以嘅話，我認為你可能去嗰度旅行嘅時候，你會識得好多朋友嘅。所以嘅話，我認為其實依家就係一個好機會啦，因為依家交通發達咗好多，係咪？我認為甚至來講，你哋可能同一啲年輕人討論2019年嘅抗暴事件，我覺得可能都唔會有呢個好大嘅問題嘅。所以其實我睇完呢個視頻之後，可能即係我哋即係有種情緒上嘅波動，就可能對未來感到好悲觀。其實呢啲係完全可以理解嘅，因為可能中國年輕人比你哋相對嚟講遇到嘅困難更加多，但係我哋即係如果睇呢個問題，可能要睇得稍微闊少少，然之後長遠少少。你哋就冇單睇住呢個就香港啦，係咪都要睇下呢個大陸？會唔會即係年輕人嗰呢一代可能同阿習主席佢哋嗰代人其實完全唔同嘅咧？係咪會唔會有呢種狀態咧？係咪？所以我嘅話，我就會非常建議香港年輕人，如果你哋有機會嘅話，你比如話花一個月嘅時間、3個月嘅時間，或者係半年嘅時間，你哋就落到呢個我屋企嗰邊就係叫茂名市，你就係專門去呢啲網紅嘅餐廳，年輕人開個網紅嘅美食店，然之後去觀察佢哋個呢個裝飾同埋呢個裝修同埋佢哋嘅質素，然之後去識得呢啲年輕嘅朋友然之後同佢哋討論呢個兩個地方嘅制度你覺得邊個更好特別係嗰啲如果係學咗法律同埋學啲文學或者學啲文科嘅年輕人，你哋就會發覺佢哋好多人都係對香港個影視作品音樂同埋以前嗰種自由個環境好嚮往嘅。所以嘅話其實話唔定，我覺得可能你哋甚至嚟講都可以同呢啲中國大陸嘅年輕人組成可能好多政黨都話唔定㗎，係咪？依家有呢個香港嘅高鐵可以直達呢個茂名啦，然之後你喺當地嘅話，你就算可能比如話用呢個網約車你都專門揀啲譬如話年輕人個司機你就同佢哋接觸，你就會發覺原來可能呢個中國共產黨佢哋可能係企喺呢個香港政府嗰邊，但係可能你會有個意想不到好個發現，就係點呢？就係呢個你會發現你就會發現好似呢啲網紅店佢個消費人群或者係呢啲老細店主其實佢哋好多人個價值觀係同呢個香港嘅年輕人一樣嘅。你會發現原來你哋係有咁多個fans 或者叫支持者，係咪？就好似呢個歌手周柏豪，係咪？佢來到呢度開演唱會，有好多人走過去睇嘅，係咪？所以話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多人都忽視嘅一個點因為可能好少人好似我呢種經歷咧，即係有，比如話可能係一個大陸個年輕人，然之後可能有去過，比如話係呢個香港新加坡韓國呢啲地方有去住過或者係玩㗎，所以嘅話其實好多人冇發現我呢個好特別個人群嘅，所以我呢個人群係好認可呢個，比如話曾經個香港啲影視作品啲定製西裝諸如此類嘅嘢嘅。
嗱，除此之外咧，我覺得有個好仲係非常重要嘅因素咧嚇，就係呢個中國年輕人嘅誠信啊，相對嚟講，相對呢個呢個中國老年人同埋中年人嚟講啊，相對會好好多嚇。我舉個例子啦嚇，好似比如話，我前段時間係咪我聽我阿媽講，即係我可能隔離嗰幾條村啊，有兩個即係中國嘅女人啊，佢哋即係喺呢邊係中國嗰邊有家庭嘅，但係咧佢哋可能就揾咗呢個香港嘅啲年紀比較大嘅男士啊結婚，然之後將自己個仔女遷過去香港嘅，即係可能有少少係佔你哋香港嘅着數啊，就係、去呃你哋香港嘅福利啊嗰種狀態啊。但係咧，你如果係中國年輕人嚇，根據我嘅觀察，中國年輕人相對嚟講係會誠信好多啊。你好似比如話，好似呢啲年輕人係咪可能佢哋打扮得起來，可能會有少少令到你對佢嘅人品產生懷疑係咪？但係可能好多人大部分啦嗬，大部分啊可能個年輕人相對嚟講就冇我哋父母嗰代人咁即係咁壞嘅，即係咁唔誠信啊。咁中意去偷啊同埋呃啊，雖然講我都有見過啲中國年輕人啊，可能啲年輕嘅女仔可能就相對嚟講有少少，即係用我哋嘅話嚟講就叫做拜金係咪？但係即係比例啦係咪？可能大部分嘅比例都係比較正常、比較誠信，就唔會話諗住去呃人哋嘅嘢啊。所以嘅話，當你哋去到呢啲店嘅時候，你哋就不妨去去感受佢哋嗰種為人啊。佢哋係咪一個好誠信嘅年輕人？咁如果佢哋係一個誠信嘅年輕人嘅話，咁我就會覺得我好相信啊！我好相信未來個5年、未來個10年、未來個15年，中國大陸嘅年輕人、中國大陸嘅年輕人同埋香港嘅年輕人將會有好多好多合作機會。無論係呢個成立政黨啦，無論係呢個一齊創業啦、開店啦，或者其他方面啦，都會有非常多嘅合作。原因係邊度咧？因為原因就係在於香港年輕人誠信嘅香港年輕人同埋誠信嘅中國大陸嘅年輕人，佢哋會自不然就會走埋一齊嘅。無論佢哋係做呢個 partner 啦，甚至無論佢哋係呢個結婚啦，或者係拍拖啦，或者係呢個可能好單純呢個朋友之間嘅交流啦，佢哋都會變得非常咁似有默契，同埋非常友好、非常公開透明，同埋非常誠信㗎，就同我哋父母一代人係完全唔一樣嘅，完全唔一樣嘅。好呢、呢個呢兩期視頻啦，就主要係分享俾香港年輕人，就係你哋其實好多人就冇睇到其實大陸嘅年輕人係好中意你哋曾經嘅香港嘅，同埋對於你哋係好有好感嘅。所以嘅話，我真係個人非常建議你哋，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去，比如話即係其他城市我就唔清楚啦，係咪？就我屋企嗰邊廣東省茂名市，去到嗰邊個市區住翻1個月、2個月、3個月，就專門同啲年輕人去交流、交往同埋呢個討論問題，就唔係同老年人，就唔係同中年人一定係年輕人一定係年輕人，就去到呢個星巴克 Starbucks， 去到呢個沃爾瑪，去到其他地方去到呢啲網紅店同佢哋討論了解佢哋嘅價值觀你就會發現好多意想不到嘅驚喜。好，非常多謝你哋嘅收睇，多謝晒。